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5月12号。今日的经文诗篇93篇，申命记11章18节到21节，马可福音16章18节到20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证明。讲到记忆啦吼。前一段时间，中共射这个火箭，但是失败了吼。重量差不多22吨的这个火箭落落来的物件，全世界拢在摇啦吼。含中共因家己也无法度控制，还是讲预测啦吼。最后坠落伫这个马尔地夫。离这个马尔地夫差不多42公里的印度海内底。距离虽然听起来真远啦，42公里啦吼，但是对于马尔地夫的居民来看，这个对因的顶悬飞过，只不过是几分钟的距离尔。真侪台湾的朋友对伫美国的距离分袂介清楚。以前常常有台湾的会友来找我讲，牧师吼，阮某什么人吼，伫美国吼，麻烦你关心一下啦吼。结果一问吼，这个某什么人是要去伫这个纽约伫加州吼，差不多爱开车3天3暝，安尼尔啦吼。捌拄着人讲吼，牧师阮要去加州吼，你有方便来接阮无吼？结果问起来了后呢，才知影讲因的机票是拍到旧金山吼，San Francisco， 这是北加州啦吼。离阮南加州开车吼，约略爱差不多6点半钟的时间。另外对一个层面来看，顶悬遐个距离拢毋是真远的啦吼。有人讲上远的距离是带斗阵的一家人啦。因为真侪时阵，即马真侪时阵是安尼吼。虽然住伫同一栋厝内底，彼此的联络却是用手机。另外，咱若咧讲教育的时阵，咧讲的是讲，上远的距离是闹到心啦吼。这个心其实毋是咧指心脏，是咧指心思意念啦吼。常常听人讲，哎哟，无问题啦，我保证一定会当甲你安怎吼，安尼。之前咱兜有一个真好野的人伊的后生甲外界记者讲，若阵迄个人是阮爸爸的后生吼，我一定照顾伊啦吼。其实讲一句话吼，是有脑无心啦。有脑就是讲伊有伊的巧。但是伊无心啦，即种的宣告，其实就是咧否认对方是阮老爸的囝吼，是讲是另外一个家庭的囝咧吼。但是如果是的话啦吼，照民法的规定，即个人自然有继承权，无需要你来照顾，无需要你来保证，敢毋是安尼？申命记11章18节到21节。摩西伫申命记中间重新来讲到上帝的诫命，并且伊要求以色列人爱确实来遵守。伊讲，所以恁着用这个话记伫你的心，恁的脑，着绑伫恁的手做记号，滴伫恁两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台语翻译甲中文的翻译有淡薄无啥共款吼，但是台语较清楚讲着心、脑、手甲两粒目睭的中吼，这个部分吼。知影脑是一个人质啦吼，是讲知识上的。心是咱拄则讲着心思意念，也会通讲是意愿。手呢，就是所做的时阵，爱有心去做，有提醒，也是讲这就是实践。阁有伫即个头壳遐的中，是互人看会到。搁较明白来讲，就是讲诫命毋是用脑来背尔尔，吼，
爱有心去实践去实践互人看会到会见证啦这个是真重要的部分咱亲像咱讲脑甲心的距离是上远的。自古以来，咱时常会听到人讲知甲行为是要合一是真困难的。或者是讲咱讲知容易，行真困难。脑甲心实际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但是要确实来实践，却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讲要真正做会出来。因此，摩西进一步来要求以色列的百姓讲：恁着爱将这个诫命教导恁的儿女，无论伫厝内还是出外工作，还是休困，拢着爱讲论这个诫命。恁爱将这个诫命写伫厝内的门框甲大门。但是真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咱讲犹太人，因只有听到讲论啦。所以用嘴讲，用头脑去记起来，因却无有去论着讲，看到这无论是休困还是工作，无论是伫厝内还是出外，迄个意思就是讲，无时无刻拢爱思想上帝的诫命。佮较深来讲，就是实践啦所以信仰其实毋是用来讲的，毋是摕来背是用来实践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伫耶稣受难的时阵，道的道，味的味。若是要甲人讲阮是耶稣的门徒呢，阮有见证过，阮有看过呢，也要经历甲伊的同在呢，迄个时阵才有人会相信。但是后来，当耶稣基督搁活显现了后，门徒见证了搁活的耶稣基督，搁见证伊的上天。因了后，搁领受圣神的同在，就开始出去传福音、医治人、行神迹，并且有主的同在甲因做伙同工，就是今日的经文咱所看见的。这个时阵，因阁需要去甲人用讲的，讲阮是主的学生呢，敢有需要？当然，这个时阵已经无需要啦因为因用实际性命来见证、证明家己所传的是真实的。因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因无搁再惊吓。因用实际的行动来传福音、帮助人，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咱是毋是基督徒？咱是毋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这免用讲的，咱就是爱努力来活出这个见证啦前礼拜有一个学生对研究所来毕业，有2位的表小妹也来参加伫加州这个毕业的典礼。因的感情真好，我毋知要安怎甲咱讲。偌好，咱嘛毋知影。但是这2位呢，一个对波士顿来，一个对芝加哥来，因特别来参加了后，搁来拜一，就爱搁倒转去上班啊。我想这就毋免讲啊，因为因用行动来证明因的感情真好。我想基督徒的性命应该是爱安尼啊对。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申命记11章18到21节、马可福音第16章18到20节。今天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是证明。说到纪律呢，就这几天的事情，中共发射的这个火箭当然是发射失败了。一个失败坠落的火箭部品大概有22吨重，
那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猜它会掉在哪里，就连中共自己他们也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测。最后这个火箭的残骸坠落在离马尔地夫42公里的印度洋里。42公里很远呢，台北可能到新竹哈。可是但是对这个马尔地夫的居民而言，这个42公里这个废弃物22吨重的，就是从他们天空他们头顶上掠过，然后几分钟就掉下来了。对他们来说不远了。许多台湾的朋友起初也都不是很清楚美国的距离。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常常有台湾的会友会来找我说，牧师某某人呢在美国麻烦你关心一下结果一问之下呢，这位所谓的某人，他是前往美国的纽约，离加州开车大概需要3天3夜不睡觉。也有曾经有人对我说过，牧师，我们要去加州，方便来接我们吗？后来探寻之后才发现，他们的机票是买到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它是北加州。我们南加州住的地方开到那边大概不休息要6个半小时以上。那就从另外一个程度来看距离，上述的一些距离都还不是最远的。有些人说最远的距离是同一家人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因为呢，现代人即便是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却要用手机彼此联络，好像是对方在国外一样。另外，有一些教育者会说，最远的距离是脑与心的距离。这里的心指的不是心脏，而是心思意念。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说，哎呀，没问题啊，我保证一定可以帮你啊。这个保证其实不需要保证。之前台湾有位富豪的孩子，在告诉外界或是记者，他说，如果那个人是我爸爸的孩子，我一定会照顾他。那问题是，这句话的问题是，有脑但是无心的，就是说他有智慧，可是没有心。因为呢，如果对方真是他父亲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的时候，他不需要保证，因为根据民法的规定，那个人自然有继承权，不需要你来保证，不需要你来照顾他。基本上他是为了要否定他的身份而讲的这句话嘛。申命记11章18节到21节，摩西重申了上帝的诫命，并且要求以色列人要确实的遵守。他说，所以你们要记住这些诫命，铭刻在心，要把这些诫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提醒你们。台语的翻译把这个记住形容成脑，形容成脑。台语的翻译是这样所以你们当用我这些话记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的脑也要绑在你们的手上做记号，戴在你们2个眼睛的中央做纪念。这是台语的翻译。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段话摩西在讲的意思。他在讲的脑是一个认知或是一个背或一个知识性的。心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心思意念或是意愿。手呢，就是说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做你的提醒。那更清楚来说就是一个实践，你做事情的时候要按照这个规定来做。 OK， 然后额间呢，其实额间是自己看不到的，是谁看得到？别人看得到。所以你所做的别人看到这个是一个见证。明白来说，诫命不是用来背的，而是要有心去实践，
让人看得到的见证。如同我们说的，脑跟心的距离是最远的，因为实践不是那么容易。自古以来，我们常常听人家说知行合一是很难的，或者是说知易行难。脑与心实际的距离其实是非常近的，但确实的实践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摩西进一步的要求以色列人民，他说：你们要把这些诫命呢教导儿女，无论在家出外工作或休息，都要讲论这些诫命。你们要把这些诫命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进出都看得到。可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只听到讲论，所以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听到摩西的教导，说休息或是工作，家里或是出外。其实这的意思就是说，无时无刻都要思想上帝的诫命，这是一个实践，非常重要，而不是用讲的而已。信仰呢，不是用来说的，更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实践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逃的逃，躲的躲。若是他们要跟人家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见证过，我们看过，也经历过他的同在，想一想，有人会相信吗？但是后来耶稣基督他复活显现之后，门徒见证了复活的基督，也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升天。他们领受了圣灵之后，就出去传福音了。他们开始医治人，他们开始行神迹，并且呢，有主与他们同在同工。想一想，这个时候他们还要去说我们是主的学生吗？不需要的，因为他们以实际的生命见证了，来证明自己所传的是真实的。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吗？不用说，就去活出证明吧。上个礼拜我有一位外甥女从研究所毕业另外她的2位表妹们呢，又就来参加她在加州的毕业典礼。那他们的感情很好，有多好我不是很清楚，然后也无法形容他们有多好，但是我讲一个实际的见证。他们2位，一位从 Boston 来，一位是从 Chicago 来，他们特别在周末来参加表姐的毕业典礼，然后就要赶回去上班了。我想这不用说了，因为他们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基督徒的生命就应当像如此，不是吗？